媽呀，你看重新亮，哇，掏果喺度，最起碼要拿幾把斤回去。說不要說我的翡翠那麼高貴，你看到了幾桶裏面，我都是跟你不打交道的。走了，回家了，大豐收了。我們來到江門新會東甲茶枝乾的故鄉，這是新會陳皮，現在是成熟的季節。我們手上拿的，寶鑽姐拿的這個是二紅，然後大紅是，你看。是整個皮都是通紅的，叫做大紅。哦，這也是這個是二紅，對，是大紅啊，對，樹頂的果叫大紅，對，是大紅，這個是二紅。對，你哋咧最精嘅精品都喺我哋個框裏邊啦。新會陳皮原來係樹底果先係靚啦，唔係喺樹頂嘅。那呢個皮咧就厚啲，厚啲嘅油包就冇咁充分。那呢個皮咧就薄啲嘅話，佢嘅油包就會充分啲。嗱，你可以睇到一粒粒嘅粒實感好明顯嘅。然之後佢好透嘅，到時薄好啊，呢個薄啊，咁係咪唔好落軟就好啊？係啊，軟就好㗎，係啊，啱啦。嗱，所以咧買翡翠揾寶鑽姐，買陳皮揾靜靜，揾靜靜過嚟新會買陳皮，放起身上嚟，等草心抱嫁女嘅時候可以做嫁妝啊，可以做嫁妝啊，會長可以做嫁妝啊，呢啲陳皮係咪？